有乜仇怨喺度解決啊？好啦，今日繼續我哋邱俊睿四門子夢雙刀，陳世澤請準備。陳世澤提袍劍，跟住阿郭先請準備。有請郭先四門單刀。郭先同佢講嘢係要講英文嘅，所以佢唔係香到潤福堂陳天柏表演行者棒，請林希南準備。
現在林希蘭表演飛掛單刀，吳志明請準備。哇！相當精彩啊！現在有請吳志明、劉家俊、李煜請準備。關刀，好。由公門鄭文輝體育會陳志賢師傅請準備。
潤福堂香港國術龍獅總會嘅落力演出啊！好啦，現在由油工門陳志賢帶陣軍，唔該，陳國偉請準備。